你是不是也有過這樣的困惑？婚前那個對你百依百順、溫柔體貼的人，婚後怎麼就變了？曾經無話不談的兩個人，現在卻常常相對無言，甚至會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爭吵不休。愛情這個曾經讓你們如膠似漆的魔力，婚後怎麼就越來越少了呢？其實這不只是你一個人的困惑，也是很多夫妻都會遇到的問題。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婚後愛情的減少呢？又該如何找回那份遺失的溫情呢？一、婚後生活的平淡化。婚後隨住日常生活的瑣碎和重複，愛情很容易被平淡化。婚前你們可能為了約會而精心打扮，為了給對方驚喜而煞費苦心，但婚後這些浪漫的行為逐漸被柴米油鹽取代，生活變得越來越接地氣，也越來越無聊。小李和小王是一對結婚3年的夫妻，婚前他們每個月都會去不同的城市旅行，每次旅行都會帶一些小禮物給對方，但婚後由於工作和生活的壓力，他們的旅行計劃被一推再推，最後徹底擱置。現在他們的生活就是上班、下班、煮飯、帶孩子，偶爾看場電影也成了奢侈。小李月，我現在每天看到他，都覺得沒什麼感覺，就像看到一個熟悉的陌生人。這就是婚後生活平淡化的典型表現。為了打破這種平淡，你們可以試住在日常生活中創造一些小驚喜，例如偶爾為對方準備一頓特別的晚餐，或是在對方生日時送上精心挑選的禮物。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為，卻能大大提升你們的幸福感。二、溝通方式的改變。婚前你們可能每天都有說不完的話，即使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，也能聊得津津有味。但婚後隨住彼此了解的加深，你們可能覺得對方已經沒有什麼新鮮事了，於是溝通變得越來越少。小張和小劉是一對結婚5年的夫妻，婚前他們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話題，從工作到生活，從夢想到現實，無所不談。但婚後他們的溝通變得越來越少，有時甚至一整天都沒有幾句話。小張月，我現在跟他說話，他都是敷衍了事，根本不認真聽。溝通是維繫夫妻關係的重要橋，如果溝通不暢，就會導致彼此之間的誤解和隔閡。為了改善溝通，你們可以嘗試在每天固定的時間進行深入的交流，分享彼此的想法和感受，同時也要學會傾聽對方的意見，不要總是打斷或否定對方。三、角色定位的轉變。婚後你們可能不再只是彼此的戀人，而是成為了家庭的支柱和負責人。這種角色定位的轉變可能會讓你們在相處上更注重責任和義務，而忽略了彼此之間的情感需求。小趙和小錢是一對結婚10年的夫妻，婚前他們總是把對方放在第一位，願意為對方付出一切。但婚後隨住孩子的出生和家庭的負擔加重，他們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孩子和家庭上，而忽略了彼此之間的情感交流。小趙月，我現在每天只是圍住孩子轉，根本沒時間去關心他。角色定位的轉變是婚後生活的必然，但即使成為了家庭的支柱，也不要忘記彼此之間的情感需求。你們可以嘗試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一些時間，為對方做一些小事，例如準備一杯熱茶、按摩肩膀等。這些看似簡單的行為，卻能讓你們感受到彼此之間的關愛與溫暖。四、經濟壓力的增大。婚後隨住家庭負擔的加重，經濟壓力也會越來越大。這種壓力可能會讓你們在相處中更重視物質利益，而忽略了彼此之間的情感交流。小孫和小是一對結婚7年的夫妻，婚前他們總是為了對方的喜好而消費，
從不計較得失，但婚後隨住房貸、車貸和孩子的教育費用等壓力的增大，他們開始更重視節約和理財。小孫月，我現在每次買東西都要精打細算，根本不敢亂花錢。經濟壓力是婚後生活不可避免的問題，但即使面臨再大的壓力，也不要忘記彼此之間的情感交流。你們可以嘗試在理財方面達成共識，共同制定家庭預算和計劃，同時也要學會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一些時間，為對方做一些浪漫的事情，例如一起看一場電影、去一次旅行等。這些行為不僅能緩解經濟壓力帶來的焦慮感，也能讓你們感受到彼此之間的愛與陪伴。5. 家庭關係的複雜性。婚後，你們不僅要面對彼此之間的關係，還要處理與雙方家庭的關係。這種複雜的關係可能會讓你們在相處中更加重視禮貌和客氣，而忽略了彼此之間的真實感受。小陳和小黃是一對結婚5年的夫妻，婚前他們總是毫無保留地分享彼此的想法和感受，但婚後由於雙方家庭的關係複雜，他們開始更重視禮貌和客氣，不敢輕易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。小陳月，我現在每次跟他說話都要小心翼翼，生怕說錯什麼引起不必要的麻煩。家庭關係的複雜性是婚後生活的難題，但即使面臨再複雜的關係，也不要忘記彼此之間的真實感受。你們可以試住在相處中保持坦誠和真誠，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同時也要學習尊重和理解對方的立場和想法，共同解決家庭中的衝突和問題。6. 如何找回婚後遺失的愛情？面對婚後愛情的減少，你們不要感到絕望和無助，只要你們願意付出努力和時間，就一定能找回那份遺失的溫情。以下是一些具體的建議和方法。1. 保持浪漫和驚喜。浪漫和驚喜是維繫夫妻關係的重要元素，即使婚後生活再平淡無奇，也不要忘記為對方製造一些小驚喜，例如在對方生日或紀念日時送上一份精心挑選的禮物，在對方忙碌一天後準備一頓特別的晚餐，或者在周末安排一次短途旅行等。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為，卻能讓你們感受到彼此之間的愛與陪伴。黃先生和李女士是一對結婚20年的夫妻，儘管他們的生活已經變得非常平淡無奇，但他們仍然保持住創造浪漫和驚喜的習慣。每年結婚紀念日，黃先生都會為李女士準備一份特別的禮物，而李女士則會為黃先生準備一頓豐盛的晚餐。這種習慣不僅讓他們保持了年輕的心態，也讓他們感受到了彼此之間的深刻情感。2. 增加共同嗜好及興趣。共同嗜好和興趣是增進夫妻關係的重要途徑。如果你們沒有共同嗜好和興趣，可以試住一起去嘗試一些新事物，例如學習新技能、參加一個興趣小組等。這些活動不僅能讓你們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與交流，也能讓你們在相處中更快樂、更充實。趙先生和陳女士是一對結婚10年的夫妻，儘管他們的個性和興趣有所不同，但他們仍然努力尋找共同愛好和興趣。他們一起參加了瑜伽班、烹飪課等活動，不僅增進了彼此之間的了解和交流，也讓他們在生活中找到了更多的樂趣和共同點。3. 學會傾聽與理解。傾聽和理解是維繫夫妻關係的重要技能。如果你們在相處中總是打斷或否定對方的話，就會導致彼此之間的誤解和隔閡。為了改善這種情況，你們可以嘗試在溝通中保持耐心和專注，並認真傾聽對方的想法和感受，同時也要學習站在對方的立場和角度去理解問題，不要總是以自我為中心。劉先生和張女士是一對結婚5年的夫妻，在相處中，
他們總是能夠保持傾聽和理解的態度。每當遇到分歧和矛盾時，他們都會耐心地傾聽對方的想法和感受，並試住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問題。這種態度不僅讓他們避免了不必要的爭吵和衝突，也讓他們更珍惜彼此之間的情感。4. 保持獨立和自我成長。婚後生活並不代表你們要完全依賴對方或放棄自我成長，相反，維持獨立和自我成長是維繫夫妻關係的重要基石。如果你們在婚後失去了自我或停滯不前，就會導致彼此之間的疏離和不滿。為了保持獨立和自我成長，你們可以嘗試在工作、學習或興趣愛好等方面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和自主性，同時也要學習支持並鼓勵對方追求自己的夢想和目標。楊先生和吳女士是一對結婚10年的夫妻，在婚後生活中，他們始終保持住獨立和自我成長的態度。他們各自有住自己的事業和興趣和愛好，並在這些方面不斷追求進步和發展。這種態度不僅讓他們保持了年輕的心態和活力，也讓他們更加欣賞和尊重彼此之間的成就和優點。5. 共同面對生活中的挑戰與困難。婚後生活不可能一帆風順，總是會遇到一些挑戰和困難。面對這些挑戰和困難時，你們要學習共同面對和承擔，不要總是把責任和問題推給對方或逃避現實。相反，要勇敢地面對問題，並尋求解決方案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你們會更深入地了解彼此，並增進情感交流。陳先生和林小姐是一對結婚15年的夫妻，在婚後生活中，他們共同面對了許多挑戰和困難，包括孩子的教育問題、家庭的經濟壓力等，但他們始終保持住共同面對和承擔的態度，相互支持和鼓勵對方。這種態度不僅讓他們克服了生活中的困難，也讓他們更珍惜彼此之間的情感連結。6. 定期反思和調整相處方式。婚後相處方式並不是一成不變的，隨住時間和環境的變化，你們可能需要不斷調整和改進相處方式。為了做到這一點，你們可以定期反思和調整相處方式中的不足之處，並嘗試尋找更好的方法來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和交流。同時，也要學會接受和包容對方的缺點和不足，不要總是苛求完美。周先生和黃女士是一對結婚20年的夫妻，在婚後相處中，他們定期反思和調整相處方式中的不足之處，並嘗試尋找更好的方法來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和交流。例如，他們發現自己在溝通中經常打斷對方的話，於是開始努力改正這個習慣，並學會傾聽對方的想法和感受。這種反思和調整不僅讓他們更和諧地相處在一起，也讓他們更珍惜彼此之間的情感連結。7. 保持積極的心態和情緒。正向的心態和情緒是維繫夫妻關係的重要保障。如果你們在相處中總是抱怨和指責對方，或陷入消極的情緒中無法自拔，就會導致彼此之間的情感疏遠和不滿。為了保持積極的心態和情緒，你們可以試住專注於彼此的優點和成就，並給予讚美和鼓勵。同時，也可以嘗試培養一些積極的生活習慣和興趣愛好，來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和滿足感。鄭先生和林小姐是一對結婚10年的夫妻，在相處中，他們始終保持積極的心態和情緒，並給予彼此讚美和鼓勵。每當遇到困難和挑戰時，他們都會互相支持和鼓勵對方，並相信彼此能夠克服困難並取得成功。這種正向的心態和情緒不僅讓他們更幸福和滿足地生活在一起，也讓他們更珍惜彼此之間的情感連結。